气象署伫今仔日举行秋季展望记者会，也讲顶个月台湾拢总有7个风台出现这74年来雨水量上界侪记录。另外，气象署也要提醒讲，接落来9月来到秋季啊，也真有可能会出现1、2个风台影响咱台湾。 日头赤炎炎，民众热甲挡袂牢。根据气象署的资料，新北市对8月2日到今已经连续7天出现局部38度以上的高温，其中上高温出现伫咧三峡有39.7度，未来2天各地温度普遍会伫32度至35度，甚至有的所在也是有机会出现38度的高温。温度比较高的地方会是在新北市的五股，可能会有来到38度的高温。那我们也不排除在台北市的局部地区也会有37、38度的高温出现。那当然。 包括中南部内陆温度上呢也是比较高的。接落来9月份就进入秋天，气象署也整理今年热天的天气状况。今年7月份陆续有7个风台形成，累计的雨量也创下74冬以来的新高。雨量偏多，日照偏少，尤其7月都打破了1951年以来的纪录。那在气温的部分是稍微偏低，台风则是集中在7月形成有7个。 气象署也预测未来秋天的天气，预估今年秋天温度正常偏高，雨水量也是正常偏济，加上反声音现象，秋天可能也会有1个至2个风台影响台湾。秋季平均会受到1到2个台风的影响，那另外就是秋台容易受到东北季风共伴的影响，在北部跟东半部通常是影响比较明显的。 气象署也提醒10月份以后，中南部就进入大水期，提醒民众到时爱注意用水的状况。记者陈亚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